恁在所听的节目是厝边隔壁大家好，现在为你所进行的单元是阿公来开讲。今日阿公来开讲这单元呢，依然邀请到这个法人真耶稣教会大英武传道来咱节目中间，甲咱做来讲解说明这个有关演语的智慧。大传道你好，所以亲爱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这个单元一开始，依然要来请教大传道先一句演语。天公无目睭，这句话什么意思？天公无目睭哦，足济人哦，拢将天顶的神甲叫做天公啦吼。若阮信耶稣的人无共款吼，阮是将天顶的神甲叫做天父啦，因为伊是咱灵魂这个生命的老爸，爸母生咱的身躯啊，天顶的神将这个生命赐予咱，所以伊是咱生命的老爸所以天顶的神就是咱的天父真神啦。天公无目睭，即就讲天顶的神无目睭是无？这句话意思就讲，奇怪哪会这歹人哪会这发达？歹人哪会这顺遂？歹人哪会活遐久？歹人的子孙哪会遐兴旺？足济人看甲足袂做。好人哪会都爱受苦？好人都爱吃亏？好人都爱互害死？都早死？好人哪会这可怜？这有当时咱看到一寡代志感觉甲咱的常理违背咱讲天道不公啦，善恶不报啦，天无四目睭啦。老天无眼啊！当时咱会怨叹使啦其实啦天顶的神是真公平的，日头照好人嘛照歹人啊，降雨水予义人嘛予不义的人啊，神对人是真好。在诗篇139篇讲到神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诗篇的第7篇11节讲神是公义的审判者，是天天向恶人愤怒的神。这句话也是你甲咱讲啦天顶的真神伊是公义的啦，绝对真公平公正的，按照这个义道去判断是非，所以伊天天向恶人愤怒。有人讲神就天天向这歹人咧受气，哪会无降灾祸予伊？神主爱，神有迄个忍耐的心，容忍的心。伊真望我这歹人有一天会当回头，会当悔改，会当去变做好人。所以神直直互人有机会，看人会当回头的，会当变好的，这就是神的爱。所以绝对不是天公无目睭，时候到地神一定保佑。所以咱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善恶无报啦，乃是日子未到啦这咱就了解这个道理啦这个天顶天公。第一五句讲这句话有什么意思？天顶天公这嘛是你意思嘛，是讲天顶上界大就是天顶的神啦，就是咱的天父真神第下五句讲这地面上界大就是五句啦。有的人讲这什么意思这咱台湾人大概拢了解这个丁兰的故事啦这丁兰的故事就是咧讲这讲当时中国人的这24号里面活着时阵友好爸母的就是23个啦。敢若一个爸母活着时无友好，就是丁兰。叫足侪人这丁兰去拜祖先啦去拜神主牌咧。丁兰因为对这个老母真不好，老爸都死常常伊出去做代志的时阵，因妈妈就会摕饭包去互伊较早摕来干妈较晚摕来甚至讲要拍老母去不因老母对真惊有一天这个丁兰对到中昼的时阵，哇去抬头一看，哎哟树顶迄个乌鸦母已经老啦，未白啦，乌鸦囝去夹一块糖来饲这个乌鸦母啦，看着真感动。哎哟连这乌鸦都知影友好这个老母我一看对面树口这只羊仔囝讲跪在羊仔母的面前在树林啦，伊看一个讲哇。哎哟连这羊仔嘛会晓叫礼数对老母才有一种好心真对老母足礼貌足客气规个伫一树林伊就受感动因老母拿着饭包为远远遐来啦。迄阵定然想讲阮老母摕饭包摕到遮来，行遐远歹势所以走去咧迎接因老母就对啦。但是迄阵伊手里摕着这个牛须这牛须摕着走去，就是要去接因老母。因老母一看到，哎哟，普通时都对我遐歹，有当时遐卡骂，有当时气甲讲要甲我拍。即摆佫举一支这牛须雄雄直直走来，即摆若甲我拍死，都废去我做人遮可怜，回头都直直走我绝对袂互阮囝拍死啦
我要去走，啊，因囝为后壁入来时阵，哇，拄啊前啊一窟鼻啊，啊，定然因老母就跳入这个鼻啊内面，哇，定然一个狗弟赶紧跳落去要救因老母，我甲摸几步哦，去摸到一个茶裤，啊，这个茶裤转甲摕起来，这大概阮老母的化身啦。啊，再摕转去斗。啊，古早就是有一个风俗，讲天顶天公，地下母舅公。天顶的神上大，啊，那地面上哦，啊，母舅上大。啊，所以咱即摆为结婚咯，三个母舅拢坐大位有无？请人家母舅坐大位吼。当当时啊，孙若是对爸母不好，尤其对老母不好，母舅会使转来甲伊的孙啊吼判死刑。安尼啊，所以母舅真大，啊，所以有一句话讲，规个接母舅吼，就是这个意思吼。这老母死的时阵，哇，听到母舅来，赶紧走进门口，啊，规个接母舅吼，就讲母舅上好。啊，当然这个因阿舅就听到讲，因姐死去，足无欢喜啊，想讲听讲这定然真不好啊吼，啊，就转来到这定然因兜。要找定然算账，哇！定然想讲当要安怎好，拄久个来吼，啊，再赶紧煮一寡青草，啊，将这个茶甲挂在这桌顶，啊，写因老母的名，哇！煮一寡青草挂在桌顶，啊，就甲摆，啊，听到母舅来，赶紧走进门口，甲规个甲接母舅，啊，母舅这个入来是讲，哇！定然讲不好都无影，因老母讲大到鼻啊死啊。啊，就煮个只青草伫甲摆，啊，就无怪罪定然啦。啊，定然因为用安尼做了后啊，因母舅就拢无甲伊算小啊哩。啊，以后的人就学这定然啦，讲定然刻母拜爹娘，啊，所以一寡人缀伊去拜。啊，所以天顶天公，地下母舅公这个故事就是定然这个故事内面咱就了解这个代志啊，所以咱一方面借这句互咱知影讲定然的故事了解讲，足侪人咧拜神主牌拜祖先实在是讲的是定然是不好做啦，这些不好做留落来但是人拢对伊直直拜这民间的传说就是这款啦。咱一定爱拜真神嘛对啊，所以有所书4章60条咧写讲咱有一位神，就是正人的爸，超乎正人之上，冠乎正人之中，住在正人之内。所以咱信耶稣的人，就是拜这位全世界人类生命的老爸，天顶的爸天父真神主耶稣基督，咱就是敬拜这位。所以人咧讲，人行对人行，人拜对人拜，这句话佫甲什么？人行对人行，人拜对人拜足侪人都是家己无人捌。因为家己无人捌所以就凡事拢对人人行去倒就对人行去倒，家己无主见人咧拜什么神明对人拜，看遐一间庙有人在咧拜，我伊手合我来，对人在后壁哭哭拜，加拜一个神明，加一个神明保庇拢做这款神拜所以讲人安尼做到底对啊不对？圣经这使徒行传17章有咧记载传道者保罗去到这个希腊的雅典城看到足侪人拢咧拜拜，拢拜拢是偶像，拢是人手做的物件，伊心内真着急，伊就开始演讲，伊讲恁敬拜鬼神这个心真好啦，但是有的人咧拜那拜迄个无人捌的神呢，安尼是不是迷信？迷信就这意思所以咱人有信仰真好，拜神绝对对，但是爱拜着真神，我拜唔对。若夜香对人拜人拜你也拜，人行你也行，结果你在咧拜啥？对，安尼看可怜无？所以圣经这罗马书第1章也有咧记载讲人所拜有一种是受造的物件啦，受造的物件就是讲你柴刻的啦石头拍的啦人的手画的啦，这都人所做也是讲神所做的，神所做的人有咧拜人，神所做的日头有咧拜日头，有咧拜月亮。对有咧拜石头，有咧拜树这个拜迄个受造的物件，这都对起啊。是咱应该拜是啥？造物的主，造天地万物的主，就是造万物造人，吹风出日头落雨，互人有生命，互人会喘气，尽管咱生死活活，这位真神才是正经咱来拜所以人行对人行，人拜对人拜，绝对对。到尾你家己就受苦受难啦。是。今日真感谢大英团队甲咱分享到这3句谚语：天公无目睭，天顶天公，地下无舅公，人行对人行，人拜对人拜。这3句谚语，甲咱做互相参考。愿咱诸位朋友拢会拜着真神，得到平安，得到福气。好，感谢大团队。
你是我的牧者，有你引带，我拢无欠亏。耶稣带我到伫青草上，你要予我安歇伫溪水边，你要予我灵魂所找，你用你的名带我行正路，我行过死荫，不惊遭害。你用怪啊来安慰我。耶稣带我到伫青草上，你要予我安歇伫溪水边，你要予我灵魂所找，你用你的名带我行正路，我行过死荫，不惊遭害。你用怪啊来安慰我。一生一世，因为主爱随我，我要定伫主耶稣的殿中，伫高永永远远。